秦祥林嘅一生橫跨港台影視黃金年代大部分時間，亦流傳住娛樂圈幾十年嘅感情糾紛同人際謎團。他先後同蕭芳芳、林青霞有過感情同婚約牽絆，而他同謝賢嘅關係更加係港台傳媒幾十年來持續關注嘅焦點。兩人嘅交集一直都圍繞住蕭芳芳展開。謝賢年輕嘅時候曾經同蕭芳芳正式拍拖，兩人分手之後，蕭芳芳就同秦祥林埋咗一齊，最後仲結埋婚。正因為呢段獨特嘅人際關係，幾十年來傳媒一直好想見到秦祥林同謝賢同框亮相，解開娛樂圈呢個多年懸疑。但係兩人態度都非常強硬，無論係工作場合偶遇，亦係私下場合，從來都唔同台、唔同框，一直保持距離。謝賢離世之後，圈內一眾舊友紛紛現身弔唁，出頭悼念，淨係得秦祥林全程冇露面。而家已經78歲嘅秦祥林，長期定居美國洛杉磯，退出演藝圈之後，專心做地產生意幾十年，積落咗可觀身家。昔日老友嘅葬禮佢冇去，面對記者嘅採訪邀請同電話查詢，佢亦都一概唔回應、唔受訪。淡出大眾視線之後，秦祥林徹底脫離咗港台娛樂圈嘅是非紛爭。外界對佢嘅評價一直好兩極，有人覺得佢為人冷淡，唔念舊情，亦有人認為佢睇透娛樂圈嘅虛華，活得通透明白。秦祥林喺南京出世，家境普通，從來冇優越嘅成長環境。細個嘅時候跟父母搬去香港居住，其後再舉家搬去台灣生活。佢嘅童年從來冇安逸舒服嘅日子，屋企有3個細路，秦祥林係大仔，下面仲有一個細佬同一個細妹。佢父親收入唔穩定，難以維持屋企日常開支，母親全職打理家務，一家5口嘅生活一直好緊絀。為咗減少屋企負擔，節省開支，父母喺秦祥林10歲出頭嘅時候，將佢送入台灣嘅京劇學校學藝。戲曲訓練嘅強度非常大，而且校規嚴格，管教嚴厲。秦祥林每日天未光就要起身練功，訓練包括壓腿、翻跟斗、揸頂等武生基礎功夫，每日連續練幾個鐘，全年無休。佢主修武生，呢個行當要求學員姿勢端正、動作純熟、狀態專業。經歷多年嚴格訓練同懲罰式管教，佢練出紮實嘅肢體功底同端正身形，亦都為日後入行拍戲打好基礎。13歲嗰年，秦祥林隻身去到香港，簽約一間電影公司，做武師同替身演員。當時佢仲未發育完成，身形瘦弱，卻要承接各類高危拍攝動作，經常需要由2樓高處跳落，淨係靠紙箱卸力。每一次拍完，如果導演唔滿意，就要重複拍攝，不斷挑戰高危動作。1968年，香港武俠片市場開始興起，電影產量大增，行業人手需求急升。秦祥林憑住紮實嘅武打功底同端正外形，得到導演賞識，開始獲得電影配角嘅演出機會。之後幾年，佢不斷參演各類武俠電影，慢慢累積拍戲經驗同少量知名度，但一直未能爆紅，同一線演員仲有好大差距。當時嘅秦祥林非常渴望走紅，每次經過戲院，見到海報上面嘅主演名單，都會暗自決心，總有一日要將自己嘅名印喺電影海報上面。1973年，台灣導演李行邀請秦祥林去台北試鏡一部文藝電影，秦祥林二話不說，執拾簡單行李就飛去台灣試鏡。呢部名叫《心有千千結》嘅電影，徹底扭轉咗佢嘅命運，令佢正式打入影壇主流行列。《心有千千結》上映之後，票房成績非常理想，成為當年嘅熱門電影。秦祥林喺戲中飾演富家少爺，角色契合度高，演技自然，獲得大量觀眾認可，人氣同圈內地位瞬間飆升。瓊瑤睇完電影樣片之後，當場敲定秦祥林做佢後續所有作品嘅核心男主角。呢個消息喺港台影圈傳開之後，秦祥林嘅片酬同身價短期內大幅上漲。
隨後幾年，秦祥林成為瓊瑤電影嘅御用男主角。女朋友、一簾幽夢、我是一片雲等經典作品陸續上映，每一部都維持穩定嘅熱度同票房。佢長期飾演深情有錢公子嘅角色，符合當時觀眾嘅審美，每部戲都賣座，有人氣。呢個時期，秦祥林、秦漢、林青霞、林鳳嬌四人係港台文藝片嘅頂尖主演組合，被傳媒稱為二秦二林。四人經常互相搭檔拍戲，組合靈活，幾乎壟斷咗當時主流文藝片嘅主演名額。四人之中，秦祥林嘅外形條件最為出色，五官立體，身形修長，駕馭各種熒幕造型都非常合適。走紅之後，秦祥林嘅演藝事業踏入巔峰，片酬節節上升，片約排到2年之後，行出街隨時會被觀眾圍觀追捧。名利雙收之後，佢買樓買車，生活質素大幅提升。與此同時，社交應酬亦都變得頻繁，身邊圍住一大班圈內朋友，經常聚餐、飲酒、打牌，日常使費非常高昂。圈內人人都知秦祥林嘅生活習慣，每日收工之後，幾乎必定組局應酬，多數都會玩到深夜先肯收場。佢酒量好好，打牌手氣亦都唔差，一晚輸贏幾萬台幣係閒事。身邊親友多次勸佢收心，安分生活，但佢一直冇聽從。亦都係呢段時間，秦祥林喺片場認識咗蕭芳芳。蕭芳芳嘅處事作風，同秦祥林身邊見過嘅圈內女演員完全唔一樣。佢唔參加片場閒聊同無效社交，其他演員等戲嘅時候，多數都係補妝、傾偈、打發時間，淨係得蕭芳芳會安靜坐喺一邊睇書。秦祥林覺得好奇，主動上前問佢睇緊咩書，蕭芳芳冇開口回答，直接將書本轉過嚟俾佢睇封面，係英文原版讀物。蕭芳芳獨立、冷靜、沉穩嘅性格，深深吸引咗秦祥林。當時追求蕭芳芳嘅人數不勝數，但佢一向保持距離，唔輕易動心。秦祥林堅持追求咗蕭芳芳1年幾，先至成功同佢撻着。1975年，秦祥林同蕭芳芳喺香港註冊結婚，婚禮辦得非常盛大，圈內大半知名藝人都有到賀，唯獨謝賢全程冇出席。新婚初期，兩人相處和睦，生活平穩。蕭芳芳一直有持續學習嘅習慣，婚後都計劃繼續進修，提升自己嘅學識同能力。秦祥林口頭上支持太太嘅決定，但自己依然維持舊有嘅社交習慣，日日流連酒局牌局，極少陪伴家人。長期嘅生活節奏差異、價值觀分歧，令兩人嘅婚姻慢慢出現裂縫。蕭芳芳經常熬夜睇書進修，專注自我提升。秦祥林就日日深夜醉酒返屋企，兩人幾乎零溝通，隔閡越來越深。累積大量矛盾之後，兩人最終決定離婚。呢段婚姻維持唔夠3年就正式完結。同蕭芳芳離婚之後，秦祥林再次同林青霞發展感情，兩人正式拍拖，仲訂埋婚約。但呢段感情一樣冇行到最後，相處期間爭執不斷，最後雙方協議解除婚約，和平分手，各自回歸自己嘅生活。接連2段感情失敗，對秦祥林嘅生活同心態都造成唔細嘅影響。1985年之後，港台影視市場風向徹底轉變，觀眾喜好更新，武打片同喜劇片成為市場主流，瓊瑤式文藝愛情片嘅觀眾不斷流失，戲院排片大幅減少，相關作品嘅票房同熱度一路下跌。當時嘅秦祥林已經過咗40歲，演藝事業陷入樽頸，年齡上佢唔再適合演青春小生，又未夠資格演前輩、父親類角色，戲路被完全封死，能夠接到嘅優質劇集同電影資源越來越少，演藝事業停滯不前。面對事業同感情嘅雙重困境，秦祥林最終決定退出港台演藝圈，遠走美國重新發展。去到美國洛杉磯之後，秦祥林徹底放棄從事多年嘅演藝行業，選擇跨界轉型，報讀當地嘅地產經紀專業課程。
當時全班20幾個學員之中，秦祥林係年紀最大嘅一個。讀書期間，佢態度認真，準時上課，勤做筆記，系統學習地產行業知識、交易規則同營運模式。憑住踏實嘅學習態度同穩重嘅處事作風，秦祥林慢慢熟悉美國地產市場嘅運作模式，由零開始累積行業資源，拓展客戶網絡。經過10幾年穩步發展，去到2010年前後，秦祥林已經喺洛杉磯持有多間商鋪同多棟公寓物業，行業口碑同資產規模不斷提升。業內估計，佢嘅個人身家早已過億，徹底由過氣演員轉型成為成功地產商人。自此之後，圈內人提起秦祥林，唔再講佢嘅演藝往事，反而更多人認可佢喺美國地產界嘅成就。事業穩固嘅同時，秦祥林嘅個人生活亦都徹底安定落來。經過朋友介紹，秦祥林認識咗一位圈外普通人，兩人相處舒服，三觀契合，溝通順暢，其後正式註冊結婚，組建家庭。佢嘅太太並唔係大美女，亦都冇任何娛樂圈知名度，但性格溫和，做事穩重得體。熟悉佢哋夫婦嘅圈內好友透露，秦祥林嘅太太非常包容，從來唔提起秦祥林過往嘅感情史同娛樂圈是非，亦都唔會過度干涉佢嘅私人生活，俾足佢個人空間。呢段平穩低調嘅婚姻，徹底撫平咗秦祥林前半生嘅動盪同波折。兩人婚後育有2個仔。做咗爸爸之後，秦祥林徹底改變生活模式同教育理念，完全摒棄咗自己細時候接受嘅嚴苛教育。佢從來唔強迫2個仔學興趣、補習、參加培訓，亦都從來唔向子女炫耀自己年輕時嘅演藝成就同風光往事。2個仔全程喺美國讀書、成長過程完全遠離娛樂圈，同演藝行業零交集。2個仔長大之後，分別投身唔同行業，一個做投資，一個做科技行業，靠自己能力穩步發展，生活低調踏實。而家78歲嘅秦祥林，長居美國洛杉磯，過住作息規律、簡單平淡嘅生活。佢徹底遠離娛樂圈嘅是非紛爭，唔參加任何圈內活動，唔接受傳媒採訪，唔公開露面，極少出現喺大眾視野。近2年，網上流出幾段佢登台唱歌嘅片段，畫面入面嘅佢容顏衰老，狀態憔悴，無論身形同樣貌，都同巔峰時期判若兩人，幾乎冇人認得出。隨住秦祥林2個仔嘅正面相曝光，網民紛紛熱議2個後生嘅樣貌同氣質，亦都令大眾再次關注呢位老牌藝人嘅晚年生活。而佢太太嘅真實身份曝光之後，外界亦都終於明白，秦祥林晚年可以活得安穩自在，全靠呢段低調踏實、平平無奇嘅婚姻。回顧秦祥林嘅一生，年少捱苦學藝，青年爆紅影壇，經歷2段轟動一時嘅感情，中年果斷轉型創業，晚年低調定居海外。佢主動遠離圈內嘅人情世故同是非紛爭，唔執着過往，唔留戀名利，用最平淡嘅方式，活出咗同前半生完全唔一樣嘅人生。外界對佢嘅評價始終好兩極，但無可否認，佢最終擺脫咗娛樂圈嘅虛浮束縛，活成咗自己想要嘅模樣。以上就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支持。